菩提心从我开始，消灭众生的我执，我随喜何时。那么文武百正法本身它是一个非常殊胜的法，那么这个方面很多人来说到就知道一些文武百正方面的殊胜，但是在细微的也是当然就没有办法了解所有的细微的它的很多的功德，因为在文武百正的功德来说到，就完完全全就是以这样细微来解释的话，就是无法解释的，讲不完的，非常殊胜的，殊胜无比的。那么我们今天要所口传的这个文武百正法，这个来说到就是平常，因为我来到了台湾已经是有接近20年的时间，都是有跟这个法是最直接的关系。来到了台湾以后呢，就是有各种因缘，非常殊胜的缘起，所以就有跟这个法呢，就是主要的，就是在台湾这边来说的，也是，为了要改这个文武百正法的见解解脱贪嗔，因为这样呢，就是跟很多的众生也是结上了非常殊胜的因缘，然后到现在为止已经是接近20年的时间，但这个中间呢，就是也有很多的非常虔诚的人，都非常想要修文武百正的法，因为当然知道法殊胜，那就是不想修，那一定是会有很多人都很想修，但是实际呢，真正的在可以修的法方面，目前来说的也是只能够口传就是文武百正的信珠，然后但是呢，就是念诵信珠是完全是可以的，这样的话就是完全是可以就是在修文武百正的法，但是这个仪轨跟前后顺序这些方面来说到就没有正式的就是口传过。那今天呢，就是借这一次的比较殊胜的因缘来我们就可以再做一次，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短轨的一个怎么说呢口传。那么这个上面呢，就是以上需要的这个前信跟最后的这些回向结信这些来说的话，那当然也是都需要的。但是最主要呢，就是修持的就是这个法。那因为很多的人来说的话，就更早的时候都想要修，但也是没有办法得到。所以这次就有一个非常怎么说呢，简单的非常短的。因为就是短的话，很多人都很喜欢。因为我前几天也是跟他们开玩笑跟他们说，因为就是过去的，就是那些大佛藏士跟过去的那些传承的历代上师们，他们就是做出这么简短的非常殊胜的法方，应该也是知道了今天的我们，所以时间非常忙，然后没有太多的时间修持，当然也很想要解脱，很想要得到成就，但是没有太多的时间修持的情况下，那么就有这么殊胜有简单，然后就很短的时间你可以修持的这些法，所以佛菩萨无所不知，所以全部都会知道一切众生所需要的部分都是完全了知的。所以呢，就我们今天的主要的这个口传的法就是这个伽玛林巴尊者那个取藏的文武百正的法。菩提心是幸福的根本，文武百正的加持，见其解脱之雄势，破除有情的无知，其情作情传承时，摄受我等生生世，赐予